猜到了，划船的，潜水的。捕鱼。这个船轻轻的坠到水里。我有个问题，如果有7个人同时落水了怎么办？要是掉下去了，你要第一时间来救我。我天哪！啊，在水里下。好累啊！你又飘梗了，送啊！你别骑我！别骑我！啊！别骑我！啊！别骑我！别骑我！欢迎来到我们时代夏令营的第一个夜晚。我就这个背面吧，我看我就这样干。那我要面对镜头。这样吧，来吧，真的不难是吧？啊！我啊！这个你太矫正了，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。来，我去踢，来踢我上方，立即反应。啊！咋回事？他力气太大了，不，他那个大气波，不，这等一下。综艺效果吗？不，这等一下。